学校休课期间，真侪家长会互囡仔去参加活动学新的物件。亲像伫咧家己的溪口，就替在地囡仔安排亲子共学的无人机课程，教因了解目前无人机伫生活当中的运用甲发展，嘛，互大人囡仔做伙斗无人机，认办无人机的科技原理甲知识。家长带囡仔做伙斗无人机，为电子设备甲机身，大人甲囡仔哪斗哪学。家己县溪口乡公所举办亲子无人机共学课程，互在地大人甲囡仔有机会入捌无人机的科技。我感觉吼，这是一个真好的体验，而且佫互囡仔会当学到无共款课本以外的物件，这是一件足好的代志。学到那个把螺丝锁上去的方式。上课的老师表示，无人机的科技甲知识真专业，莫讲囡仔唔知影，大人嘛无一定有了解。透过课程有教无人机的科学原理，嘛，互大人甲囡仔亲身体验飞无人机。透过这样一个研习课程，让我们的在地的一个小朋友能够更了解无人机这样的一个结构跟技术。那也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让科技教育能够推行在我们的溪口乡。看它飞起来的时候，会觉得很有成就感。溪口乡公所表示，庄脚甲都市之间教育资源加减有落差，伫休热期间透过办课程，互父母甲囡仔做伙学习，嘛增加对国家科技发展的入捌。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